以為你嘅銀行戶口有錢啊，其實你擁有嘅只係一串數字，而呢啲數字本身根本就唔值錢。真相係金錢已經被偷換咗概念，佢唔再係價值而係債務。1971年尼克遜宣布美元脫離金本位，由黃金資產嘅貨幣變成咗信任資產嘅紙。從此以後，世界上嘅錢全部都係憑空印出嚟嘅。你努力翻工，供樓儲錢，但央行一印鈔，你所有嘅努力瞬間貶值。你以為你係賺緊錢啊？其實你係幫人償還緊系統創造出嚟嘅債。錢本來就係交換嘅工具，後來變成咗控制嘅手段。印錢權唔喺你手上，利率權唔喺你手上，你連選擇用啲乜嘢錢都冇權利。當政府印錢，你會話通脹；當你印錢，佢叫犯法。呢個世界最諷刺嘅事情就係你用一世嘅時間償還一個從來未存在過嘅債務。所以富人唔賺錢，富人做錢，佢哋唔係賣勞力啊，而係壟斷信用。銀行貸款俾你買樓，你一簽名，錢就被創造咗出嚟。即係話你以為你借錢，其實係你幫銀行製造咗錢，佢賺息，你供樓，再交稅，完美循環。而最恐怖嘅地方係，全世界9成9嘅人仲以為錢係錢，但係真正醒覺嘅人先知道，錢係權力嘅影子，信任嘅幻覺，同時亦都係最溫柔嘅鎖鏈。